头摆吼，我做生意家哈，我们要减潮吼，所以带我哋个生意哦来天然来酿个油桐汁。5岁还是开始，个油桐是迄印尼客家人吼，透过长山是要过印尼俩台湾的时节吼，是要带青岛籽。菜籽啊、骨啊、剔头啦，冲了油桐汁做得卖钱减油。透过细细的对宝山吼，是种到满山牌。哦，你也要青岛。油桐咩油本讲公个，然后麻个哦，迄麻个吼，cái天来下是要青岛个油桐汁好酿，迄公个吼，佢个树下。无个油桐汁是无好酿，像我哋酿了油桐汁吼，专是是爱放到个无通风晒，晒比早，差不多1礼拜20来酿一摆，大家人都要出来酿，工人爱散啊，工人酿爱卖钱啊，所以都唔得酿到撇晒哦。上帝呀，从江头客家嘞，漂洋啊，土过来呢。做莫永久，发开嘞，莫做啊，讨厌。人是客，思维未是客。早上客家老祖公前世嘅客，味道爱干脚同爱种添贴下来，会带定各种人。许多古神嘅蔬菜，就到木笋喂饮落去，形成自家种作、拉自家食、自家用嘅小农经济体。油桐树咩係嘅樣時重要嘅經濟樹種，因正油桐汁做得拿來沾桐油。做生意那時陣就開始飲了，飲油桐汁啊，係啊。農家人看起來油桐樹看先油哦。有個經濟價錢啊，油桐樹頭個千多年來種個油桐樹個做客個，
做防火钱。那公安时代就有种，到安尼4年的时间，就等安娘有同志，太严重，到太来安尼4年样娘。4年各人各自己要去想办法，要去穿员国买便车。松10这边就当有个娘嘛，3大安多，他现在如果去娘冇4年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嗯。哎呦，哪里看你包嘞？啊，年轻多人买一斤多啦，10斤呀，14块啊，买一斤，看有冇啊？饮油同志，买油同志来晒，工人4年的晒一袋一袋，佢饮家安尼饮下呢，工人买工人晒几袋，让工人买工人那些。我做生意是专门请那样手艺。日头辣辣，3、4年都晒着了，晒着啊实在挺强啊。1894年出版嘅《苗栗燕子物产篇》，有写油桐树、椰子、松木瓜做得酱油，采也就看得出油桐树千万应该係啲清朝末年台灣就有種呢。油桐樹係綠葉大喬木。生喺度大概係20公尺咁高。台灣嘅油桐樹主要係青岩桐，有啲嘅係3岩桐。青岩桐嘅葉尾有3到5隻結角，3岩桐嘅葉尾就像線嘅線呢。台灣對北到南嘅淺山，冇就愛山嘅風都有。野條蔬菜係咧主要係行人，故所油桐子。對土山康泰嘅行人來講，充滿寒舍時節嘅回憶。那蒲同志喺材料有點蒲啊啦。啊，當到同志啊，跌下來當到，天下當到同志你哦飲啦，家叫做L貨路材料會 L啊，材料會小好。安尼做生意唔啲啊，天下咧，天下天到同志啊，飲落就下到地步就去蒲咯，因為出來些。不過同志當強，那識到我樣辦啊？識到波波喎。因為油桐子地度有油桐酸嘅成分，對消化道來講，當觸嘅，食到會有反胃，會想愛盤掠條枕頭。油桐清早記錄圖唐朝嘅本草識味呢本書項，地度寫講。乾嚟杜烘嘅油桐子凍脫，拿來醬油，睇為是露出嘅。哦，很香哦。因为阮做的是到来才知影哦，有遐济种品种。啊，这粒糖油纸是囝有炖，这就是咱咧讲做客人的糖油。啊，若日本人种迄无这个炖。咱台湾有客人种的所在，拢有苦茶籽甲油桐籽。哦，迄当阵我上早去客人种的是，阮话语拢袂通。阮爸拢甲遐客人，伊拢讲日本话，啊，我拢倒边仔听无。啊，我若要去的是，拢赴迄个学生囡仔下课的时去。啊，这种学生囡仔我就甲问，啊，我甲学生囡仔讲国语。啊，当阵客人种日本话拢做甲有讲的，但是普通话袂晓讲。
即摆我种这是，阮较早讲做客人仔汤油，有人讲定壳啊，有人讲起叶啊，伊较细粒，但是伊即个外口无即个领。即摆这是改良种，即个种较大粒。郑思良讲嘅客家油汤就是千年汤，改良种係日本人從1915年過後，為到愛擴張原始武器，喺台灣山區推廣種出嘅品種。汤油子的壳，愈水拍的伊会裂开，会裂一顺。所以阮遮迄汤油子，阮遮车4、5日，阮伫店底，阮拢爱像建几粒啊。像即摆车，这规个拢散去，就表示有搭。这色素较重，黄色的，这就表示汤油子的品质歹去的，愈白色愈好。阮迄阵阵去客人庄，拢为凤凰区的三义、苗栗、大湖、西潭、南庄，这落来3支哦。伫迄附近遐拢有做汤油子的山产。汤油子正式开始是为南部，差不多9月中旬就开始有啊，双十节左右遐，会使讲当中有啊。汤油是碱性油嘛，肉的就是一只手就是拢有一个油的份啊。汤油足麻烦的，大家较无爱做。因为阮若做汤油吼，阮的手拢洗袂起来，目掉差不多爱10米以上，才家己摘起来。因为阮做汤油可能有40年的款，你即摆看会到，这就是阮较早做汤油的所在。这是拢阮爸爸一世人的心血结晶。阮即摆就是怎个老咧，因为咱爱感恩啦。阮若无这机械，阮也无在今仔日。枪苗发出路，中秋落个暑假，通山客家少年社，通山客家少年社。做咩做汽油？点灯涂太酸啊！世界穷上求哦，同志买钱牺牲了哦。桐油嘅利用，千早係從江水頭嘅江邊出圈，幾條人當涉水，要當杯做船呢。客家老祖講，照命照到嘅，咩學校也種方法。大概係對西元5世紀嘅南北朝開始，就看得到拿桐油來用啲造船同建築等木材材料嘅應用方。
伊这船也是拢我做的啦，因为伊本来阮遮迄上多的时，这舢板可能有差不多到50台、40几台，啊，因为即马拢无啊，海面无人咧啊，无啥物，啊，个来剩即几台，只敢剩看有7、8台无。开始学做船是18岁，可能我家己本身落水，可能有超过头要50年啊。遐一台上过一台40几年啦，啊，这拢有30几年以上啊。迄款柴的轮船啊，拢我做的。较早的船啊，普通拢1年2年，搁翻修一摆嘛。13世纪，马可波罗嘅《东方见闻录》实记录讲，中国嘅木油做得螺钿石灰来用，顺风风爱高压落去，其讲嘅木油就是桐油。迄是讲较早阮老爸传互我才知影，无我哪会知影种点交偌济？照规定是1斤虾粉吼3两油啦。我做囡仔，阮兜落咧种这，阮这较早咧做迄大台船啊，迄间牛是遮大个，啊，拢种20斤啊，啊，落去种1煲啊。种啊，像咱做粿迄粿碎，你知？哦，做粿甲迄共款啊，啊，再搁透油落去啊。无啊，再搁搅下变黏黏啊。60年啊，60年无种着这。爱硬钱甲遐油的烧感，吼，啊，种落去种到安尼手个讲拖了安尼，会油。袂使粗粗，即有伊这粗粗吼，这冻无久。啊，若油，则冻有久。桐油灰因为唔强酸、唔强碱，又放得到海水浸泡经过嘅上海，系腌菜高酸碰嘅主要原料。不过因这木粗嘅笋呢，见来见少，桐油灰按好，咩留唔hết，留清真嘅裂缝，煮上传嚟其他台人嘅素意，佢强强就会行业的事，爱情也无奈去情呢。到个15世纪嘅仓貨下西洋，桐油天天海上絲路傳到世界各地，因為便宜、信用好，韓國久久就hand讀耐用。南海附近嘅越南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同印尼等國家嘅部分地區，本行起土嘅用亞種油灰土搓算。16世紀過後，桐油喺西方國家係做出嘅其中一項主要原料。到1880年過後，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嘅油漆生產國，愛動到桐油來用。嗰時，中國是係全世界最大嘅桐油產地。1905年，美國對中國進口油桐之類中。1928年，佛羅里達州嘅桐油壓縮廠開始運轉，就有了商業生產。天然油桐樹本然推廣到南美洲嘅阿根廷等國家來種，行更種更多。2次世界大戰期間，
桐油含卡係各國武器裝備嘅保養劑，因為桐油喺空氣中氧化，經過切合反應，會產生同油嘅沉默嘅，做得防水、防生爐係同重要嘅戰略物資。要印證當時中國受到日本嘅侵略，規個海巡嘅港口都本人封鎖，桐油無法吐出口。1939年，中國用桐油來做擔保，同美國借錢，再個經過滇緬公路運出去，將做得繼續抗戰，也就是有名嘅桐油借款。其實桐油吼，伊是一種防水用的物件啦。啊，像我的獅頭嘛，做甲防水嘛，是一定愛用桐油。一般練武的人無一定會曉做獅頭啦，但是阮是武術世家，一定愛曉做獅頭，一定愛曉人獅。徛管的人愛做一條獅頭頂管。甲咱拍拳的時陣有迄個視頻嘛。阮的祖先較早來到台灣是武將，啊，阮的傳統就是中醫甲武術。到尾也無戰爭的時陣吼，啊，就變做講無頭路啊，就街頭賣藝，拍拳頭賣膏藥。到最後才佇家己遐定居落來了，才伫遐徛館安尼。这本册大概是阮组团的，已经传差不多21代有啊。啊，只有这个讲到这个青桐油吼，这个青桐油一般是拢煮吊锅咧用，啊，这个吊缨啦、吊钉啦、吊风箱啦，拢吊会出来。这贴药啊，就治迄个无名症毒、风毒啦、湿毒啦、阴毒啦，吼，迄拢治这症头的啦。老天就忝，一開始手就袂當停落來。做囡仔的时吼，7、8岁的时就看4大人拢在做啊。迄主要大部分是拢做送人用啊。啊，就3种人啦。一种的就是有缘人，就是像你甲我好朋友安尼，吼。啊，一种就是艰苦人，啊，就看医生看袂起的迄种的，吼，迄种人通做烧送的。啊，有缘人嘛做烧送的。啊，一种做有钱人，迄就爱甲收钱，安尼。啊，无这爱分钱啊。也有散气散的，像红花啦，吼。牛漆、牛漆啦，啊！你搁用迄洗身啊，洗身落伊个挥发度会加足紧的，内底下足侪味的。哦，几啊10年无做啊啦，哦，因为咱无医生牌，伊就变做犯着医师法，所以我就无爱做啊。这吊钩吼，就是咱用落了，伊印化中间吼，你安尼甲压，伊袂瘪一个安尼断过，表示讲伊做了介成功。啊，这嘛搭伫咱的身躯，就袂吹伤，伊袂安尼走来走去，伊袂落去，就对，伊搭会掉安尼。像我妈妈曾经有钓着迄讲，有做外来风啊，伊手安尼袂当举悬啊。啊，阮后尾甲钓了4点钟了，我都灌水桶啊。这是我亲目看到的。本册公目列本书方有寫，桐油主持界線重重突中，做得同霹靂藥嘅夾向下做藥膏，印證桐油酸會同改變嘅細胞產生糾結變乾嘅作用，有少種療效果。
搁拣两支较青。哦，这会使，这样就好。是台中石冈县嘅刘聪武，专门做强苗废菜，10年，是客家废菜大师刘丕嘅第3代传人。都经寒冬地用桐油来做强苗废菜嘅制作优良。用火炭的意思是讲哦，个温度较唔安热，唔上高。用瓦斯哦，温度上高歹控制，较冇讲啊，礼拜煮了上熟，上熟以后呢，变到发斑啦。控了无管，意思就系讲个温度在控制，变到讲佢熟的时候变咖啡色，变色的时，啊都差唔多好咧。煮那个桐油哈，耗工费时，一定不成功，所以说人拢买片的。还讲煮失败就变做像发斑安尼啊，安尼桐油就不能用了。失败的桐油啊，掉到那个木条上摆啊，社会呛你。无惊个无创个个传染病安尼，无感染，新的落去嘛无效。慢慢开始都滚的，滚以后呢，温度高，佢就有黏土。桐油啊，用途啊，真泛啊！你像那按金铺来讲，无桐油，用个卡手70万，2年都退给你，都退你。桐油会保值很久。桐油的特性吼，啊，佢无吸金。桐油有防蛀的效果，桐油有它的味道，蛀虫感染。那凉有嘛，凉手，黄黄的部分用按金泡的，然后按金泡，就用到桐油。那金金棒棒的部分按金泡，好，这个就是用到桐油。桐油产物吼。退黄了的时，就开始谅解到向他做些多了2万，已经超过40年了。所有的切旺旺了吼，就是桐油。这桐油是有耐寿命较长。像这有几百年的个是以前用桐油切过的东西吼，慢慢行就发到当到2万。到桐油底度加入各式矿物原料落去，同其搅匀来就是矿物漆，这是老头牌传统寺庙废菜嘅漆料。矿物漆吼，那就掺桐油落去吼，还有那种的粘性吼。一般的时候，卡通外铺做的时候，它较唔讲一条丝安尼。论木粗的来讲，用矿物漆落去做色吼，较有动。那用那水泥的点的建筑物的，是较动无完久啊。你做下蛮有的水泥漆，还有嘛亚克力漆出来的时候，总下都用的矿物漆做啊。用矿物漆挖个吼，因为佢慢走吼，拖洗的时候，较要均匀、深浅，较有法度分开安尼。桐油因为比重强，较调的黑，较紧头，又唔强煮。唔惊生炉，唔惊水，故所动木粗建筑，
将会保留下来。不过近个时代，较无木造建筑，含个桐油较难走，工期甲较长，故所天天的就无人爱用的。荏菜、桐油要去做油布、油纸嘅防水材料。按像我做纸上就面到讲啊，希望唔同人接下以后，一條老人家愛攞嘅，我哋家上個好上面，啊就想講啊，搞嚟做雜嘅，安尼傳下一樣嘅啦。那麼意思係那個雜嘅冇人做安尼啊。我哋上桐油，我哋跳安尼嘅跳油一跳到好。我感覺我哋上嘅桐油吼，比一般唔安尼唔會採用嘅啦，看起來啊。唔是，唔好，我唔驚我煮嘅鐵球吼，安尼好嘅。係啊，安尼好嘅嘿。太久提到媽媽又過來嚇，阿姨咁如果叫我煮桐油，提到看到有些神講，最主要想起30年前人煮桐油嘅情況，有些神就重慶安尼些神。有啦，因為從細號看紙紮嘅安尼做到太好，這個對紙紮有一種怎樣講割捨不了嘅感情啊。闽南客家人家妹要送2支紙紮嘅本妹嘅，代表伊像安尼紮嘅形容嘅圓圓滿滿。天嘢安尼客花油紙紮嘅，就等於有細人嘅紮嘅。不然呢妹嘅嫁過以後，較做強細人嘅，多子多孫一個意義，就所以因為有一個客家文化需求，所以要保留下來。真桐油同近的化學桐油來講吼，真桐油的對紙較好，就按你感覺來講啊，也較耐用，較唔會人講嘅皸裂嘅種啊，較唔會癟。就按你油紙紮，按你紙張來講吼，也 Q 度較好。按你紮批真桐油來講吼，伊就頭擺傳下來嘅東西咩，會有個溫暖嘅感覺，頭擺密實個嘢。油紙紮是喺島嶼嘅台灣同重要嘅第二個東西。早上一來就看得到人騎油紙紮嘅情景。不過天天當事人各樣對使用傳入來嘅紮嘅過後，今個油紙紮搶成文化風嘅象徵。在10几年前，想要了解墨的煮构的方式，那因为我们买不到现成的颜料，也没有人在做，那就只好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，像墨法纪要，它就很清楚的说了所有做墨的方式。跟我学工笔比较有关系啊，因为我们工笔在使用颗粒上会很讲究，因为我们要了解材料它的特性，才能够完全控制。因为桐油在我们看到的书籍里面，它算是很常用到极烟的一个材料。
那主要是它烧的烟量大，那可能价格相对于食用油比较便宜，所以会用桐油来烧。陳建全係一位美術先生，透過研畫圖創作，認真對書法追求優雅繁美，故所落身研究，韓國學做咩？收烟会失败的话，它有时候是新蕊的部分，它在燃烧之后会产生灰烬，那慢慢它就会熄灭。所以大概我们收2、3次，我们就去把那个新蕊上方剪掉。所以新蕊的整理在收烟来讲是很重要的。西元10世紀同宋之間開始有煙滅，當時因為出產地嘅松樹本人都強強，做咩嘅師傅捐課同試點嘅材料對松樹運用桐油，下後有煙滅就代替松煙滅。收到烟料之后，我们就会去煮胶跟对胶。这里面有放入2种胶，一种是鹿胶，然后还有一种是3000粉胶。这种多种胶目的是要改善墨条的硬度的情况。粘度太高的话，它裂会比较严重；粘度太低，我们在使用上的时候，它的附着性会比较差。做完要先经过主导，完之后我们会再去锤制，在成型前我们会锤制让它更紧密，让它整个的交织情况更好。如果我们看清代它的宫廷墨的时候，它开出来的那个原料里面就有几公斤的烟料，还有多少的金箔的量，可以让它有一点增色的效果。它现在就有一点弹性。大概可以成团之后，然后它会有一点 QQ 的感觉。表面虽然还没有很完整，我们等下再会进去再蒸一次。所以它现在都还是软软的，那我们把它包起来，因为今天我们要把它埋到那个灰烬里面去，那让它可以缓慢的干燥，大概3、4天就可以把它取出来。油墨主要大概还是它的透明性跟细颗粒比较丰富，可以呈现比较多的灰色的色层，所以在渲染上面的时候，如果是画写意画的渲染的时候，那油烟墨它可以渗出比较漂亮的那个墨色的调子。油煙滅嘅成分桐油，滅色唔會按重按裊，對中國嘅山水畫產生嘅革命性嘅影響。文人畫也按呢被帶動發展起來，係中國傳統畫嘅靈魂。再睡觉，大家，大家。哦，條中木米哈，色彩又黑太啲咯，色彩又黑太啲。
从事的时节有啊吼是，山当有青岛，某种茶有啊是青岛油桐树。民国60年左右的时节有啊，有无是油桐树，就是参么，卖家私真好嘛，算钱哦，比卖茶样。40年有啊，岩是岩个桐的籽有啊哈，去发苗，永远是买几百去种啊。唔过过去有啊，桐的树10年左右样好长，唔到10年有啊，见落后咧。也油桐树有啊，冇长好了，因为暗台。也有啊哈，是喺种木米最好的木材，油桐树，油桐树有啊哈，喺移做喺个小时候有啊哈，嗰时节，你台湾人青岛种木米，全部係种油桐树。树地把青岛树做嚟种木米，唔过也油桐树是最好的树种，啊，人们讲佢嘅纤维组织有啊比较松软，行权轻夹。你喺种木米嘅最适合有啊15公分到20公分最好。长呀也好，也就是最标准嘅。都是读小学嘅时节，实在讲有啊，农家生活都较贫穷。中学嘅时节，忙盐时转，是迄个种基干呢有啊，样转来。哦。我群点落去改变咱时节有啊是迄本去行群。行群有啊看天气，迄天气好，温度迄适当的时节有啊60米是行群完成。用油桐树体质有啊佢行群行较均匀，产量有较大，佢生出来木米有啊佢嘅本身肉盘，代表说佢嘅有啊植物嘅。胶原蛋白较高，所以讲迄个品质油啊，就最好。都两位啊，你看，该从。是迄三眼桐，你看青桔是必白吼，是迄三眼桐的品种。俩葱差不多就5年了哟，等下你过行到个底部吼，是有千眼桐的哟。你来到俩位吼，是小厨行。是全部都是千眼桐咯，你看两条是迄千眼桐，你路边个三眼桐是开花的，俩千眼桐看样土也无天天，还蛮开花。当年3月呢，油桐树开始爆芽，过来会生出叶的，再过来会打花籽。清明时节。我看到花籽又在会拍好，各位再个天天的开花。清明油桐花开到桂树的闹，有2张嘅研究嘅上新叶同开花大年时期也结束嘅。当然，太开2月的大籽，10月的落果。寒天到来，油桐树嘅叶被绿青青，就剩到树枝。按呢个情形有3张嘅研究。有俩桐花观测志工来讲是5年的事情啦。去年闹个3部个一只桐花志工
我龙潭省的龙沙就得奖哦，因为我都翕青岛个桐花吼，个亲接去翕看见个开花的场势吼，个状况啊。我做了是做到真快乐，做到唔会行啦，总身没做得啦，做到我看最多是怕做到75岁、80岁了，唔会行的时候的啦，是没法度来做啦。哦，台湾后生哦，走枪鼻的呀，70岁了，乒乓喘呐，还等于讲，还艰苦行哦。1806年吼，我还亲记得咯，那日天气晴朗，我来个心肝啊，心肌梗塞是走提去，加差不多有前2个月、3个月行出来啦，差不多有3个月，3个月都无卡吼，关呢无出来，俺加2月初9判个，按到5月判你俩同法机的法通，判法通是无限啊，无限样唔会讲过紧上去哦，无限是强会变到忧郁症。韩西饮油桐子，太爷看油桐花。去做桐花观察志工，展望妹唔单止对人生嘅落大行出来，油桐树还卡系佢一定重要嘅心灵话边。千多年来，油桐树嘅扩散，成就嘅桐油按当然嘅历史，唔过。是漂洋过海，去到世界各地嘅桐油，投10万入掀起来过后，推出世界嘅舞台。今日大家请记得，当年油桐花开嘅时节，夕阳啊，也嘅身影。